在个新闻来关心咱的健康问题，这个天气炎咪寒、炎咪热，心中若是感觉无爽快，一定要去找医生。伫中华有伫咧15岁，这个杨先生呢，10天内有2摆感觉呢，胸坎呢扎过会痛，抑过呢，伊当作不要紧，一直到第3摆镜头佫压起来时，才去找医生。结果人行到诊所就雄昏去啊！心脏无伫跳啊，原来是心梗塌，也就是心脏缩起来，随动手术了后。互人救回来，这医生是提醒讲，这天气温差遮大，你若感觉讲胸坎会扎会痛，这种爱细致。无呼吸心跳，杨先生送到病院，医师诊断是心梗塌，马上手术才甲伊救回来。帮我抢救回来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经过半个月休养，杨先生倒来病院感谢医师。其实伫奋斗进前，就有感觉胸坎啊痛痛闷闷，不过拢无到病院检查。住院以前差不多10天前，就有一摆胸闷，佫3、4天了后啦，佫一摆，嘛咧看电视，胸闷，佫开始咧胸闷，就喝一杯温开水就好了。已经有2届检讯啦，但是拢无要无紧，杨先生拖到第3届，胸坎啊闷才去看病。心肌梗塞的当下，大部分要提醒民众的就是说，常常会有一些所谓胸闷、胸痛、冒冷汗，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心肌梗塞的症状。医师嘛讲，最近的天气温差大，年纪大的照心血管病史，有慢性病症状，迄才是像杨先生安尼有加粉习惯的人，拢要注意身体有淡薄仔无爽快，都要赶紧去病院检查，才袂造成症状恶化。